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政治，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人生，新女性，上帝形象。 出心看伊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真听当第二集，新人民，上帝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 我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象运行，向主唱新歌，以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 新思想，新智慧，上帝灵运行，新如花，新体育，我命的灵运行，新名字，新性格，上帝形象运行。 唱新歌，以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第四节，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生命，新创造。 我命的灵运行，新人生，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上主唱新歌，以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 感谢主，大家拢足厉害吼。好，过来搁一首圣诗500首。哦，这以色列的歌中东的风情较特别哦。 听抒情哦，好来，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福塞心可主祝福。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福塞心可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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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你心之大心，福塞心可主第二节，着恩望着欢喜，着恩望着欢喜，着恩望着欢喜，着患难着顿顿，着恩望着欢喜，着恩望着欢喜，着恩望着欢喜，着患难着顿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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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谢主，谢老主，哈利路亚！咱早起时的信息就来到这，请闭万心，准备今日的敬拜。我们跟着诗会唱。列国啊，恁着真情来听；正百姓啊，恁着按耳孔来听。地甲伊所充满的，世界各境啊，对伊来出的，拢着听。请咱用圣诗来学罗上帝，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起立来吟全首。新的地，新的天，上的温馨，新经济，新创造，我命的温馨，新安息，新路程，上帝形象。心挂伊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心听到，心灵里，上帝的温馨，新力量，新希望。心挂伊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新思想，新智慧，上帝的温馨，新如愿，新地约。上帝形象温馨，
向主唱新歌，以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新的地，新的地，上帝温馨，新生命，新创造。 新路程，上帝形象温馨，向主唱新歌，以互万有欢喜，互万有欢喜。 亲爱的天父高听愿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阮欢喜用歌声来学罗你，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也欢喜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食惊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国外人，目的带阮入伫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5篇。 诗篇51篇，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 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舞台就有罪。你以外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 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仰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 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 你无爱胜利，若爱我欢喜现。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三甲来感谢，主必听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来荣耀敬拜你，也感谢你伫即礼拜保守阮平安顺遂，收拾阮正清英教业无欠亏。感谢你差遣你忠实的奴仆，苦水静牧师伫阮的中间，恳求你施阮祝福伫伊的顶面，通过伊的正道，互阮通明白圣经的道理。 显明主你的旨意。时间已经来到9月的第3个礼拜，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阮特别为着本教会要去求学的同学来祈祷。感谢你，互因伫年轻的时有机会来认捌你、就近你，三甲参与主日的敬拜甲服侍，当因进入新的学期，求主保守这学生，因伫学校有好的学习，伫老师的教导得到好的造就，含同学通欢喜，会当交配交到好朋友，锻炼因家己的身躯有勇壮的身体。兼在成长的过程有侪侪困难的所在，为着学业、生活、就业有侪侪的压力。恳求主看顾保守遮的同学，互因有智慧、有能力来赢过这一切，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儿女。我也知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已经超过3年半，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小台嘛将近要2年。侪侪人拄着死实甲伤害，家园甲土地受到炮弹的破坏，人民生活非常的困苦。恳求主施恩赐福，将救赎甲稳定赐予因，停止战争，将公义甲和平降临伫即2个国家甲地区，平安甲喜乐，互因的人民归荣光互上帝。伫即个天气变化非常激烈的时，有侪侪兄弟姊妹身体欠安，求主看顾甲医治。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互你欢喜，互你接纳。阮的恳求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22节到24节。就是论到从前的行罪，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得败坏的，搁你心神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诚来创造的。愿上帝祝福听懂伊的话，搁安尼行的人。即时请鼓声诗班来学乐，万国万民着称赞主上帝。吟诗了后，咱真欢喜会当邀请着闽管教会考瑞静牧师来正道，伊要讲的题目心智更新。万国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来到咱的教会吼，这是我头一遍来咱教会来讲道，当然进前有摆来咱教会吼，会参加演习会吼，参加演习会安尼啦吼。今仔日会来是因为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同齐来敬拜上帝。我即马是伫明光教会牧会，吼明光教会伫大边呐。捷运站遐，离咱真近啦吼，捷运吼10分钟就到吼。我较早来，所以我去洗市场，我已经洗过一轮啦，安尼啦吼。教会为什么号做明光教会？因为一开始是设伫明光路，吼报道所是伫明光路，其实明光路嘛是伫捷运站的出口遐啦吼。所以号做明光教会，已经搬两届吼，搬去中兴路，即马做牧师馆，即马佫搬到伫即个北新路，吼今仔是头一遍来啦。有真济真好诶学习安尼啦吼，总是真特别诶啦吼。固定教会吼，咱教会甲明光教会，一个是台北中会，一个是七星中会啦吼，被切开了吼，所以较少有即个联系吼，较少有即个联系啦吼。所以吼，我较奇怪啦吼，我真爱去无共款的教会去遐讲道啦吼，教我讲台吼，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真好诶学习，吼看别个教会因诶文化是怎样吼，因诶即个氛围是怎样啦吼，因怎样来设计礼拜吼，怎样来设计礼拜吼，所以吼我特别拣吼175首到500首要互大家唱啦吼，咱诶。会长咯吼，伊通过考验啦吼，嘿吼，伊马上就上手吼，就厉害吼。另外吼，就是讲吼，伊佫通过另外一个考验啦吼，伊将我的名读着啊啦吼，我常常吼，互读做考瑞正牧师啦吼，随啦吼，随会当做啥物事？随风随事对无？嘿吼，我就甲教会讲吼，你若袂晓读吼，迄个牧师的名，你直接讲考牧师就会使啊，吼，以免不好意思啊，我嘛就家叫安尼啦吼，嘿伫今仔日吼，我因为头一遍来，所以对伫教会拢充满真济想象啦吼，吼，我定定踩雷的一个所在是啥物？吼，就是咱的即个停书吼，最后吼。咱的礼拜安排的方式吼，最后是祝福甲车恳对无？有一个唱诗，然后祝祷对无？迄个唱诗吼，通常被写做啥物？被写做上营啦，吼知影无？为什么恁会改做唱诗？因为无一定是上营啦吼，对吼，总是我定定踩雷吼，因为我敬的有的是祝福，有的是车恳，所以吼，咱较巧已经改做唱诗啦吼，阮教会是若是唱上营的诗歌，就是写上营；若是唱祝福的诗歌，就唱祝福；若是车恳的诗歌，就号做车恳诗安尼啦吼。所以我特别出去吼，拢特别敬吼，389首吼，保罗上帝至关至尊，迄是上营的诗。知影上营的诗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无？为什么叫做上营？三位一体哦，吼，三位上帝。若是有讲到圣父、圣子、圣神的，一定是上营的诗歌。伫咱的上营甲祝福车恳即个范围里面吼，头前几首拢是上营的诗歌。我掠做咱教会嘛是共款要唱上营啦，所以我选389首上营的诗歌吼。结果我们还比较开放一点啦吼，唱圣诗安尼啦吼，好。所以吼，即个信息啦吼，佫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分享啦吼，因为我就是有学习到啦吼，就是阮教会已经偷偷将即个讲道甲圣经连做伙啊，知影无？读经吼，会长咯读经煞着马上牧师的讲道，吼，咱较袂记对无？拄则会长咯读的经文，恁敢佫会记的？袂记，因为你互圣歌队打断了，对不对？
吼，因为圣歌队咧唱俄罗的诗歌嘛，总是我今仔日无一定是要讲俄罗的主题对无？所以我是偷偷啊换过来啦吼，偷偷啊换过来吼，就是咱的葫芦诗班咯吼，葫芦诗班是我家己咧带的啦吼，啊总是即马阮已经改做小组啦吼，啊所以要安怎啦吼？若是无圣歌队献诗的时候。就是我将双年小组啊，甲妇女的小组合作伙吼，阮就来做伙献诗啦吼，啊嘛会当唱，今仔日唱3部对啊，吼，阮会当唱2部啦吼，安尼嘛袂歹吼，啊所以我偷偷啊换过来啦吼，啊总是吼，即个习惯足歹换的，你知影无？因为我即马做中委啦吼，台北中会中委吼，啊迄个就任的时吼，的听序就是甲咱共款，吼，拢是先读经了后，然后献诗，啊然后甲讲道，吼，我是感觉讲。袂当真煞接连落去啦吼，所以我真意爱讲，咱会当先献诗献诗了吼，赞美了啊，甲读圣经啊，然后就交互牧师讲做分享安尼，我是感觉安尼，所以阮教会伫真几年之前吼，就偷偷换过来吼，偷偷换过来，用偷的啦吼，好啊，今仔日啦吼，我有看到周报，昨昏咱的绿箭已经。传给我了啦吼，咱的就我感觉足甘心的，就是讲咱有对伫咱的回应诗500首有做一个讲解吼，咱的教育准备组有做一个信息的介绍啦吼，你心志就换新，所以我就咧想啦吼，啊所以吼，这等于是175首吼，新的天新的地，表示咱已经唱过啊。知影无？我想讲是安尼啦吼，结果今仔是甲知影讲，咱嘛是新的，吼，咱嘛是头一遍唱吼，啊，咱唱了袂歹啦吼，只是我感觉讲迄个速度刚好相反了吼，这首诗啊唱较紧的，因为它是112啦吼，啊，你心志的换心是96啦吼，啊，这是咱心志的换心，反而唱得快，所以等下可以唱慢一点啦吼。为什么讲要唱慢一点？这是我煞着要讲的吼。那这是以色列民歌吼，恁知影有就是拉对吧？咱的感受拢无共款啦吼，它跟虚词其实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我的感受是安尼啦吼，伊毋是虚词。好花嘿，好花嘿，迄可能是一个虚词啦吼。忧伤或是忧伤或欢乐的时候，都用好花嘿，320首吼，诗歌咧唱啦吼。啊，总是我感觉即个拉啦吼，伫我唱的时，我感觉迄是咧跳舞啦。这首诗是咧你心志着换新，是咧跳舞，所以啦，就是咧跳舞的迄个舞步啊吼，享受伫心志换新的即个伫信心的即个带领内面啊，真欢喜的。跳舞啊，伫唱这首诗，啊，所以有真侪拉啦吼，啊，所以咱等者唱的时候，会当小看一下吼，小知影讲，原来吼，迄是咧跳舞哦吼，所以咱用一个跳舞的心情来唱这个新的诗歌啦吼，因为吼，我为什么遮尔介意这个东西啦吼，就是吼，感谢主，我有一个机会吼，我是44岁时才去读神学院的，我讲话有真紧无？会当接受无？会使啦吼，嘿啊，我先较急安尼啦吼，嘿，因为我的时间刚刚到55分吼，已经超过时间讲伤济啊啦吼。歹势，感谢会长老啦吼，体谅安尼啦吼，好吼，我是44岁才去读神学院啦吼，啊为什么去44岁会去读神学院？是因为进前像那教会牧师吼，邀请我去开拓教会，互像那教会因要庆祝80周年、90周年吼80周年的时候，爱献教会互上帝啦吼，做礼物，所以因讲因要开拓一个教会，就叫我去啦安尼，因为牧师教我熟悉，迄当阵我是伫14教会做长老吼，我嘛无受过神学的装备吼，总是我感觉欠伊一个人情，所以我就讲好安尼吼，伫遐服侍，伫遐有开拓教会2年的时间啦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有经历着信心吼，我求印证啦吼，有体会着信心吼，确实有信心的引带吼，我就愿意降服，就去读神学院安尼啦吼，当然因开拓的教会做北大教会。进前合作北大礼拜堂，吼，伫北大地区，知道在哪里吗？三峡、树林跟三峡，就拿个三峡的迄个北大特区，吼，台北大学在那里，
吼，伫遐开拓，或者本来就是伫遐开拓啦吼。啊，2年的时间吼，真顺利吼完成，所以我就就去读神学院，吼牧师讲吼，你也无受过即个神学的装备啦，吼，你伫2年的时间吼，你就爱去神学院，你爱去神学院吼。选修啦，吼，所以我选修2年，1年有1个学期6个学分啦，吼，所以呢，6是24，我已经修20个学分了，好，所以我去读神学院了吼，我发觉我够20多个学分可以学啊，吼，恁知影我做啥物决定无？我就讲那安尼真好啦吼，我就去念音硕好了，所以我有去读音硕班吼，所以就对于音乐有很好的学习吼，因为我伫读神学院进前，我伫教会服侍，我是做圣歌队的指挥啦，伫指挥时我感觉我缺点就是。我唔知影要安怎来指导我的诗班员吼，因会发声。好，要安怎符合我的要求？讲你这个爱气息要怎么延长啊？吼，爱安怎唱，安怎表达？吼，我感觉我会晓唱，总是我袂晓指导。所以其实我未读音硕班的时，我就已经去选修那个指挥课啦，吼，指挥课的课程吼，我感觉受到真大的受到真大的领受啦，吼，所以规定吼，够有20个学分，规定学费交的都一样，我就多学一点啦，吼，所以迄当阵啦，吼，迄当阵未立案吼，所以我这个到硕吼不用写论文啦，吼，我的音硕反而是要写论文才能毕业安尼啦，吼，所以就触别吼，我的主修吼不是什么乐器，我乐器都不会啦，吼，那个很可怕吼，我学的是教会音乐事工，吼，教会音乐事工，教会音乐事工，因为这对伫牧会来讲较有帮助嘛，对无？吼，你要安怎伫将音乐放伫即个礼拜中间，你怎样将音乐吼甲咱的信徒的即个信仰生活结合吼，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所以恁这应该会当知影讲为什么我遐尔客讲即个顺序啦吼。而且恁知影为什么我要选175首无？因为这甲主题拢有关系。新的天新的地吼，讲到上帝灵运行，吼圣神吼，对伫圣神的运行伫咱的中间是真重要的代志，这是我的讲道要讲的吼。咱的心智爱换新吼，要心智更新啦吼，心智换新吼，所以。绿箭非常配合我，那个还没有进到里面去啦吼，就是心智爱换新，所以需要信心的帮助，好所以我用175首做开始，我的回应就是500首吼，你心智就换新，你心智就换新，吼咱拢真无熟的诗歌，总是对回应是一个挑战啦吼，唱无熟的诗歌，可能佫较知影讲迄个伊到底是咧唱啥，知影无？好，所以当我用新信息了后，甲用新信息了后，我就讲10分钟甲咱教会共款吼，咱教会拢是蛮相像的啦吼。10分钟的时间吼，我带大家读客英文，佫有练2首的诗歌。新的诗，这是信息会众诗歌，所以伊拢不会难到哪里去像魏长老一下3分钟就学会了这就是会众诗歌的一个特色安尼啦我拄则有看啦咱的版本是最一开始就用的，所以咱真早就用新信息阮的教会是真换甲用新信息啦后来甲用新信息伫尾的时因为甲广播社的主任有熟悉，伊就甲讲你较换甲尾啦因为版本有更新，所以阮即马教会用的是较新的版本。较新的版本甲旧的版本有啥无共款就是3位一体改做3一上帝，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改的是啥物？恁知影无？第二个改的就是天堂。我拄则紧看一个恁的版本是啥物太难看那个版本，我直接看歌词天堂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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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天堂天堂已经改做天顶了。
天顶知影无？吼，天顶啦吼，啊，所以会真趣味啦吼。我嘛有时毋知影为什物要改做天堂，为什物要改做天顶啦吼？啊，总是三位一体改做三一上帝吼，伊有解说，所以啊，较当了解吼，较当了解安尼啦吼。好，啊，所以吼，一开始就甲大家开讲到即马啦吼，歹势吼，啊，今仔日来吼，毋通袂记吼，咱是要为着圣经学院来做奉献啦吼。啊，虽然因无收学生吼，啊总是进前有开课收学生嘛吼，啊总是因有传承，虽然即马无神学院的学生吼，啊总是因有缘吼做真侪教育训练的课程吼，教牧进修啦、信徒培育啦、灵性塑造啊，还有宣教研讨吼，像我即个月就有2届去遐吼参加研讨会，还是参加啥物活动安尼啦吼，啊所以伫即个教会伫现主时圣经学院因所做吼。无过是神学教育吼，总是因有帮衬真侪的平信徒，啊也互传教者会当有进修的机会，啊所以吼也有缘吼，期待大家会当继续支持吼。因今年是6700万的预算，吼需要咱来支持，所以要邀请咱会当踊跃来奉献，也期待上帝其实嘛期待咱会当借着咱的手同齐来完成伊美好的圣工。啊，我今仔日的讲题是心智更新咯吼，心智更新吼，咱读的经文是巴克勒迄个版本吼，叫做心神换心，心神换心啦吼。啊，我要心神换心，还是心智更新拢会使啦吼。我用的是比较华语的思维啦吼，应该可以接受吧吼。我讲华语大家听有无？会使啦吼，会使啦吼。阮的教会吼，即马敢咱教会共款啦吼。华语礼拜即马人较少安尼啦吼。啊，所以阮是每个月头一礼拜就是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合堂礼拜安尼。啊，迄个合堂礼拜的语言是什么？是台语还是华语？综合吼，进前我拢综合啦吼。后来吼比要求啦，因为阮。改做小组了，今年开始改小组啦吼。因青少年团体变青少年小组，啊因要来参加礼拜吼，因就讲啊合堂礼拜就是来参加礼拜，所以我就拜托大家吼，用华语做礼拜啦吼，所以头一礼拜就变做用华语做礼拜吼，啊就是为着遮青少年啦吼，缘故啦吼，啊当然你会当无赞同，啊做是即马是安尼在做啦吼，好，啊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开始吼，叫做扁鹊换心，扁鹊换心的故事，有听过扁鹊吗？扁鹊啦，哈，可能是一个名医啦，哈，古代的春秋战国的一个名医，啊，也可能是一个代表性的名词啦，哈。好，啊，有一天吼，有2个人找伊，吼，坐定来找伊边，吼，就是鲁国的公义，鲁国的公义跟赵国的济因，跟齐国的跟赵国的齐因，吼，啊，因做伙去找伊伫边，伊边就是因是好朋友。伊好了后，扁鹊对因讲，吼，讲啊，恁的边是外面吼，是外面感染的吼，我真紧就甲恁医好啊，总是我看见恁有心病，我想要替恁解决迄个病。那个病根，吼啊，公益的病根是什么？就是伊真熬想，总是伊无胆量去做出来。啊，济因多颠倒病，就是无用头脑吼，说做就做啦，冲动型的、冲动型的啦，安尼吼。所以吼，扁鹊就对因讲，啊吼，我建议恁吼，2个人吼将心中交换，那安尼吼就会当两全其美。啊，因感觉安怎？因感觉袂歹啊吼，因就讲好啊，无你帮阮动手术，啊换心手术3天3暝，了后足成功诶。2个人就扁鹊来说多谢，然后转去因的厝。啊，恁知影结果发生啥物代志无？哈？不知道，我无听到吼。好，最后发生啥物代志？公义。转去济因因兜，然后济因伊就转去公义因兜，因为因的心换了后，因的心就主导因爱转去因应该转去的厝，知影无？好，啊，所以因转去厝了后，谁开门？因某开门对无？啊，看到你是啥物人吼？为什么我的翁拢无共款安尼啦吼？啊，变做别人吼，啊后来就过去官府吼，啊讲吼，这毋是阮翁，迄才是阮翁安尼啦吼，啊见来见去吼，啊后来吼就
因就讲变俗啦吼，将阮的心换掉，所以变俗爱出面，甲化解吼，化解，敢真正就化解啊？无可能啦吼，恁可能较有兴趣讲，那因了翁仔某是要安怎相处对无？对吼，总是我讲即个故事，主要的用意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心足重要的。你换心，你的心改变了后，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做法，嘛会安怎得改变？吼，所以。咱看变俗伫2500年前，才着换心的手术改变人的性格。吼，咱基督徒其实共款呢，咱信耶稣了后，其实嘛等于进行换心手术，敢毋是咧？好，所以保罗安尼讲，伊讲，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咱的版本合作，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伫现代中文译本啦吼，伊翻译了更较清楚。伊讲，无论是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性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好，所以在基督里踮伫基督的意思就是有基督的性命，有基督的性命的意思就是以基督的心做心，好，掠基督的心做心。所以咱信主了后，应该将家己的心安怎换做是基督的心。好，所以保罗就是真好的典范，伊安尼讲，伊讲。我捌甲基督同顶是一个，我还久在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踮伫我在活，过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所以。活着的不再是我，要骨的我还不是有原的我，迄个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老的我，就是旧的我。老的我甲旧的我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被罪管辖，好活出一切苦毒、怨恨、生气、宣讲、诽谤，甲一切恶毒，这才是肉体的表现的这个我。好，另外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踮伫我在活的我，是指已经靠着信心，做死，主活，互家己的性命，互基督来掌管，活出主耶稣的款式的我。好，这叫做新的我，甲旧的我受罪管辖的旧的我是无共款的。好，咱已经动过换心手术，甲主同活、同死、同活，对无？咱应该是有新的性命才对。总是咱照镜的时，咱会发现咱的心安怎，其实并无改变。即使咱外在的行为嘛无改变，咱犹原是老的我，犹原是旧的我。保罗伊被关的时，有写批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吼，咱今仔日读的就是以弗所书啦，吼，伊就提醒因，成做主内肢体了后，恁读肢体还是读做肢体？肢体还是肢体？我以前拢读做肢体啦吼，总是即马现代台语译本啦吼，讲爱读肢体安尼啦吼，所以吼我嘛毋知要安怎啦吼，读肢体啦吼，肢体变做肢体安尼啦吼，好吼，主内的肢体吼爱安怎？伫基督的身躯吼，你应该爱有生活甲职责吼，譬如讲伊进前讲的吼，第4章吼有讲着吼，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吼，你甲蒙召的即个恩典爱安怎？你的行为爱甲即个恩典吼相符合。然后爱尽心保守灵的合一，爱成全圣徒，爱起造教会的身体等等。吼，另外保罗也提起，吼，这甲咱今仔日讲道较有关系，就是伫新的人内面应该有新人的即个生活的表现。恁行做吼，恁的言行举止吼。唔通阁亲像外邦人共款，恁爱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并且成新人。好，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的内容。
咱来看褪去旧人穿新人的关键是啥物？你要安怎会当褪去旧人，然后穿新人？吼，就是今仔日的工地，就是爱心智更新，就是咱的心神爱换新。吼，当咱心智换新了后，旧的我才会当变做新的我，旧的创造才会当变做新的创造，咱才会当褪去旧的人，穿新的人。所以换新、换心、心智更新就是换新嘛，换心啦吼。所以换心就是上关键、上根本，也是上重要的事。吼。我想起上帝对以色列所讲的话啦，吼，咱若是照着，我有看咱的读经的进度啦，吼，阮即马读经的进度嘛是就是照即个新安讲的读经进度咧读啦，吼，读以西结书啦，吼，啊以西结书吼，读讲吼，互我拢只由头革面的安尼啦，吼，啊，搁伫即个由头革面的中间，因为拢是上帝的刑罚，拢伫讲遮的吼，以色列百姓拢无听话安尼啦，吼。要读到要读到36章啦吼，啊，所以后来有一个新的愿望吼，有一个新的愿望安尼啦吼，啊，我感觉换新啦吼，换新啊，甲换新吼，我感觉就是新更新换新，再当换新。更新才能更新啦吼，这是我等一下讲的啦吼。好吼，两个心不一样。我感觉是爱对伫咱的灵修生活开始起做啦吼，爱认真吼读圣经吼，啊灵修生活注重咱的心才会当变换啦吼。所以我伫2年前吼，就要求我的长执吼，甲我同齐读圣经。吼啊！我写一个读经分享吼，伫群组内面吼，你知影吼？迄群组吼，长子群组很可怕，我嘛毋捌试过吼。啊，总是吼时代的演变，我就需要有一个群组啦吼。啊，你知影吼？为教会的长执吼会乱讲话，你知道吗？吼，啊，无书上惊这代志啦吼。啊，所以吼，我就说好啊，咱若是有即个长子群组吼，咱就吼读经。要求因吼轮流14个长执吼，一个月一人写2篇读经心得，啊我逐工拢写安尼啦吼，啊写到后来吼，有一工吼一个长老甲我讲吼，我开会了后，伊甲我讲吼，牧师吼，我即马要紧转来去写你的即个读经分享啦吼，我听了足倒弹的啦吼，就甲因讲吼，好，咱以后免写啦吼，以后莫阁写，毋是家己出伫心的改变是。牧师的要求，所以你写遮的物件吼，这是无意义的代志啦吼。啊，就讲好，咱卖吼，卖写啊，所以停一季了吼。教会佫开始有一个教会群组，知影无？有个教会的群组啦吼。啊，教会的群组就很怕那个会有乱发表言论啦吼。啊吼。所以，我就想讲吼，即个读经遐尔重要吼，无吼，我来做表率啦吼，我逐工拢写读经心得，吼，啊，会当互恁看，恁除了看即个新安讲的即个手册以外，恁会当看牧师所写的即个心得分享。吼，啊，若无爱看迄吼，看牧师写的吼，较简单字较少啦安尼吼，嘛是会使，就是要帮助信徒会当过着真实的即个灵修的生活吼，爱甲上帝建立吼好的关系啦。我感觉迄个好的关系建立吼，在伫咱是毋是对上帝是毋是真心的啦？迄个真实最重要的，知影无？上帝是真神，咱用信息甲心灵敬拜伊。总是咱定定感觉上帝离咱足远的，伊也无一定是真的。好，所以咱就是真猜。我感觉这是足可笑的代志，因为咱要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确实需要真实啦。啊，上帝嘛需要咱，上帝是真实的，伊搁较需要咱用真实的心，甲伊相拄，甲毋是咧吼。啊，所以我就是期待因安尼啦吼，我毋知影因几个人会去看迄个圣经啦吼，总是就是一个示范甲鼓励吼。我感觉一个教会改变就是爱对牧师开始改变啦吼。我嘛有真侪需要改变的所在，恁知影无吼？嘿啊吼，你看我有学无？学对无吼？我拢去拍日头啦，我拢吼透中昼去拍日头。吼，我伫大边啊对无？我安怎行吼？我就是行去景美的市场，洗一轮了后，行去世新大学后门，然后走那个景美的河堤，好，然后走草地，
接地气啊，我腾恰卡行草地啦吼。走1.6公里，然后再走回来教会吼，差不多6公里吼，6公里，因为我要求我一天爱一万步啦吼，啊安尼行一抓吼，要袂到1万步，恁知影无吼？我想讲，应该路线再拉长一点然后，就是让它一次就破万这样然后，啊特别拢行到8000几步、9000几步，因为6公里敢若会当行8000步尔，那我若要行。即马较老啊，所以行吼路迄步吼会比较短一点啦吼，可能70公分或80公分哦，现在大概是70公分而已吼，啊，所以步数会比较多一点啦，比较平，比较碎步啦哈。我是不是得到那个阿兹海默或帕森金氏？我很害怕哈，我很害怕啊，所以用透中去拍一头啦吼，啊，透中去拍一头的好处是啥物知影无？吸收维生素 D、维他命、维生素 D 啦吼，迄个维生素 D 吼，对咱的身体的，它是另外一个荷尔蒙啦吼，它其实是荷尔蒙的效果吼，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啦吼。啊，我目前我需要调整我的就是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吼，需要有好的困眠啊，我的困眠真好吼，这个手表甲我讲啊吼，我差不多5分钟了后，倒伫眠床5分钟了就入睡了。这是一种的祝福对无？总是吼，我想晚困，知影无？所以即马我学习的就是怎样较早困的啦吼。我若是10点困吼，我的分数就是一定90几分。啊，我若是12点困吼，就80几分啦吼。啊，若2点困吼，就是60几分啦吼，还可以及格哦，很厉害。好，不及格就是4点的时候睡就会不及格这样啦吼。啊，所以吼，恁敢毋捌4点困？对啊，吼，恁遮尔啊健康，所以我改变啦，迄个心真正爱改变安尼啦，吼。好啊，咱来看吼，上帝吼交代以色列吼，什么话啦，吼？伊讲安怎？伊讲我要洗清恁，除去恁一切的拉散，甲恁一切的偶像。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想事恁亲像肉的心。吼，所以石头的心甲肉的心差足济，对无？石头心是足歹改变的，对无？吼，啊，另外一种是软的就是可塑性很高。吼，啊，咱等下会食爱餐对无？咱是不是逐礼拜拢有爱餐？阮教会是一礼拜一个月敢若食一摆尔，就是庆生会时才食啦吼。啊，疫情了就是食便当，就是食便当。啊，旧年吼，好难，好不容易吼，比较解封一点啊，其实已经解封2年了。吼，啊就讲，阮的关怀部就讲要订便当啊，订餐盒啦，还是没有办法。做buffet哦，吼，就是订餐盒，伊就订了试运的餐盒吼。啊，我做无输诶，我就足鸡婆诶啦吼。我看你食一个餐盒吼，啊，应该配一下汤吼，啊加点甜点这样啦吼。啊，所以我就煮一鼎菜头汤，还佫煮一鼎珍珠奶茶，安尼啦吼。嘿，啊吼，后来吼菜头汤拢啉了了。一大鼎啦吼，因为迄天就寒的，啊，迄个餐盒来的时候都冷掉了吼，其实不好吃啊，所以不要订那个餐盒，我觉得。伊就是遮尔啊寒的天气，啊，拢食冷的迄个萝卜糕啦吼，那个就是不好吃。我就想啊，原来是安尼，所以毋是讲菜头汤好啉，是大家需要啉，所以啉了了安尼啦吼。啊，总是恁知影无？迄个珍珠奶茶竟然滞销啦吼，我有点傻眼这样啦吼。我想讲吼，我是迄天吼煮到3点啦吼。煮到深夜3点哦吼，因为我要安怎，要让它保持 Q 软，对不对？啊，奶茶很好煮，对不对？可是珍珠很难煮，来煮过珍珠的请举手。有哈，太好了，你们很贤惠这样啦哈。好哈，珍珠好煮吗？不好煮哦，而且我要煮的是80人份的珍珠吼，有多难煮吼？穿一鼎的冰角啦吼，冰水吼，要让它煮的 Q 软又不硬，对不对？又要熟透，对不对？你要给它焖熟了，然后呢？焖熟又要不能够烂，是要 Q， 所以你一定要用冰块、冰水冰镇，好啊，还要泡糖水这样了吼。
茴香煮了吼，啊，这是我煮的啦吼，一大鼎安尼啦吼，啊，菜头汤嘛是遮大鼎，菜头汤比伊搁较大鼎安尼啦吼，我感觉煮了就好食的。很自豪啦吼，啊，我刚到时就甲大家讲吼，第一次煮珍珠奶茶就上手，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煮，但是我知道，应该可以达成任务。好，因为我感觉就好食的，是 Q 的，有弹性的吼，啊，配上珍珠奶应该是很畅销才对啊吼，啊，结果安怎，搁剩一半吼，啊，我实在是想讲那会安尼啦吼，我想讲是大家较惊食甜还是安怎吼，我调得很甜，因为那个就是很邪恶的那个食物嘛，对不对哈？对啊哈，不应该出现在教会里面的嘛哈，怎么牧师去煮这种邪恶的食物引诱大家呢？对哈，啊，换我吃了之后，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那个心已经硬掉了，迄个心已经顶起啊，知影无？放5点钟了后，你无搁加热的中间，它就是慢慢硬掉了吼。啊，所以我就知影讲啊，原来是安尼吼，就是硬掉了，大家觉得不好吃，所以就都没有吃了。啊，大家嘛拍摄讲吼，就然后怎么办呢？马上 Google 来，有谁告诉我心硬掉了怎么办？再煮会烂掉，不行，你知道怎么办？来，煮过珍珠奶茶的，请告诉我，你们都没遇过这种情况，对不对？好，我立刻上网 Google， 其实不是我会有讲的，因为我看剩半桶实在有够可惜安尼啦吼，微波1分钟就可以了。进微波1分钟就恢复了原来的美味，好。炸怎样哈？就是放个微波炉在旁边，吃的时候微波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是啊哈，维西米洗在一起哈，煮那么辛苦却没有吃掉，后来都是我自己吃啦哈，因为哈很好吃啦哈，虽然那个是很不健康的东西安尼啦吼，好啊吼，啊这我想起吼，咱基督徒的性命嘛是安尼，敢唔是咧吼？咱信主了后，咱有基督的性命，咱真做神创造的人，总是咱活伫这个俗世的环境的中间。咱受影响，被魔鬼试探迷惑，咱的价值观也被扭曲，互咱就甲这个世界同化同款，互咱的心就安怎愈来愈定，咱离上帝愈来愈远，所以咱真正需要微波炉来安怎帮咱微波一下，互咱的心会当柔软，袂亲像石头遐尔啊定吼，啊若放伫外面无保温吼，会继续变定袂？会啊。继续变定要安怎？你就继续给微波一下就可以了吼，有点心会当变柔软。我感觉这就是亲像成圣的过程啦。我感觉让基督徒吼很苦啊吼，活得很苦啊吼，不断的被修整啊吼，被提醒啊吼，让我们跌倒然后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吼，希望能够亲像更较亲像上帝还是主耶稣的性格。好，咱就是需要迄个性格啦。啊，所以为什么今仔日要读启应文？因为启应文51篇是代表上帝悔罪的诗篇，对无？对啊，伊讲着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过忠诚的心灵。是因为这句，所以我选这个启应文。所以你若知影无？选启应文，选信息，拢唔是随便的或随机的，唱这个唱迄个，唔是安尼，拢有特别选过的安尼啦吼。所以啊。咱吼基督徒吼，就是在成圣的路上了，在成圣的路上了吼。咱爱知影讲，咱知影讲啊，基督徒就是爱保持真悬的品质，总是咱伫这个努力的中间，吼，往往一个恶势力啊，吼，在跟我们拉扯。在拉扯吼，啊，互咱跋倒，互咱的心安怎变定，阻止咱成圣。啊，所以吼，真正感谢主，因为咱心变定了后，安怎佫会当佫有救对无？微波一下就可以啊，吼。啊，请问那个微波炉是什么？你感觉迄个微波炉是什么？就是信心。信心会当帮助咱将石头的心变做肉的心，互定的心变做软的心。吼，所以信心就是咱心灵的微波炉。
好超过时间呐，所以为什么讲到心爱软化？乃是因为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看见以弗所教会有3种定的心，需要信心来软化。伊有3种心，就是头一种就是无底空空的心，第2点是黑暗的心，第3个定的心就是无良心，无良心安尼啦所以保罗甲因讲啦我就无过解说啦保罗甲因讲恁爱拄起这的心无良心就是麻木不仁呐，麻木不仁呐黑暗的心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啦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啦无底空空就是对啦，就是活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被世界的价值观同化啦，一定要权势地位啊，要有钱啊等等的啊。其实基督徒所注重的不应该是这才对啦，安尼啦所以伊鼓励咱来脱去旧的人，换新的人，脱去旧的衫，换穿新的衫，安尼啦所以心智爱更新心智爱更新，靠信心，互因心思意念有属灵的新模样所以。心神换新的意思是什么？是互信心不断伫咱的心思意念中间来感动咱，并且支配咱的生命，互咱的心思意念会当不断被更新。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改换完全换新。原文是被动的意思，被动语态表示讲这个动作换新，这个动作是渐渐朝向好的方向进行的，帮助我们继续的往朝成圣的路上走。是咱不断被更新的这个状态。因为伊是被动的这个动词，所以这个更新唔是讲咱有甚物款的能力会当去更新，咱唔是靠家己，是靠信心。迄个粉圆的心硬掉之后，它不会自己变软，要靠圣灵的微波炉来微波才会软。那呢，我们硬掉的这个粉圆的心该怎么办？就是咱爱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被更新，不断请新人和信心随时来掌管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当咱体会到咱感觉咱的心已经变定了，紧上微波炉微波一下的意思。安尼啦所以结论来讲，咱定抓做更新是爱改变咱的行为，咱爱不断修正调整，希望会当互家己好，也搁较好。行为的调整真重要，无唔对，这真重要啊譬如讲，我最近伫做这个绿豆凉糕。我红豆馅呢调太甜了，所以那个外面的绿豆仁该怎么办？甜度要调低，就一般的糖甜度啊，白糖或是麦芽糖，你就是调低一点加起来就是里面的那个红豆馅很甜，外面就不甜，就综合起来就很好吃了啦就很好吃了安尼迄是调整，这是真好诶总是今仔日透过今仔日的经济，是要甲大家讲的，上重要是什么？是爱改变咱的心。因为当咱的心改变了后，咱的行为就安怎会得改变，这才是真正改变的源头。就亲像一开始我讲这个变速换心的故事同款，鲁国的工业甲赵国的济英，因的心被换了后，互相交换之后，因转去的厝是因心认为应该转去的厝，不是因的身躯认为应该转去的厝。咱的身躯是缀什么在行？缀心在行的。所以更新才会当更新，更新了才能够更新。期待咱用新的心来接纳新的转变，咱来去煞旧的思想，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伫咱周围发生的代志。我毋知影咱即马的状况是怎样，总是期待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咱家己的生活，看待咱教会的各种的服侍。咱来脱去旧的人，请新的人，伫每一个新的一天，每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拢会当将咱这个定的心，和信心微波一下，和咱定的心。石头的心变做肉的心，恢复起个柔软的弹性，安尼才会当好食，才会当互上帝来欢喜。咱同齐来祈祷，主啊，感谢你，
因为你赏赐圣神互阮会当借着圣神的帮助，将阮定的石心变做柔软的肉心。当阮的心被改变了后，阮的行为才会改变，阮才会有新的眼光去看到新的可能性。恳求上帝，互阮用新的心来接纳教会新的转变，也互这个改变来转化阮。固定教会，互固定教会会当哪来哪健康，也哪来哪兴旺。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非常感谢柯瑞正牧师甲咱的正道，咱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三甲来吟回应的圣诗500首，你心志着换心。请起立，吟全首。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来服侍新可主。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来服侍新可主。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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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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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你心志着我心，来服侍新可主，伫恩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患难着吞润，伫恩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患难着吞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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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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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心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恩梦着欢喜，伫患难着吞润。真济，我的志愿献予你，用出拢叹你之意。我的才情你赏赐，甘愿行你做器具，请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上时今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大家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
祝以这个圣灵到你的日子，阮会当搁一摆组织做伙来敬拜神。首先，我们要感谢上帝赐予阮每一个拢有圣灵的充满，甲不时的祝福。求主听阮的祈祷，求主毋通掩面无看阮，求主毋通将你的灵对我的心下走。求主帮助阮，成做一个真正英雄的人，热灵的人，也互阮会当时刻真正听到神的声音，阮会当分别好的甲歹的，也互阮会当听到人甲人中间无共款的声音，接纳甲阮无共款信仰的人，正直力量无共款的人，互阮会当真心会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拍开咱的心肝，互相尊重，善意的沟通，互阮诚做基督徒的阮，会当做一个真正爱神、爱所有的人，无分彼此，做神为神做最好的见证。今日我要阁献上一点仔金钱，感谢主会当用伫教会所有的事工，会当做搁较大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掀开周报的后面，咱来读今日本周的金句。来，台语来，你着尽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拳头。今年第4章23节，华语，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箴言第4章23节，来介绍一位新朋友，蔡大成。来，麻烦蔡大成同学，一趟甲阮自我介绍一下哦。有没有 ？OK， 好，我们欢迎他，好，谢谢。好，谢谢来嘉宾嘞。咱来唱一遍啊。我用主的良心去爱你，我用主的良心去爱你，因为你的灵无主的力量，我用主的良心去爱你，将你变强。感谢大家，然后搁有机会，搁有时间来当参加来交陪。请大家掀开周报的消息报告，即时来消息报告。咱今日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平安教会柯瑞正牧师来本会请安讲道甲报告。多谢。
本会的雅婷牧师是去平民园教会教化讲台，请咱兄弟姊妹为着圣经学院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项。对后个月开始，咱的华语礼拜要暂停实体的聚会，调整对线上礼拜，所以华语礼拜也阁有，只是改为线上吼。咱时间原来是伫12点半，所以咱兄弟姊妹有参加华语礼拜，无论伫遮还是伫线上的，请大家会当互相来甲因讲，咱的华语礼拜并无暂停，但是改为线上，吼。第三，公报社出版迄个月帖，被挥发台湾文典满满，按照咱的本会赠送咱的兄弟1号1分。1号就1分吼，那为着要确认这个数量吼，请伫公布栏咱登记到9月底为止。你若需要超过1分的，请会当加购，每1分85块。因为9月23到24，咱本会雅婷牧师要去总会性别公益的研讨会专讲，所以当天的查经班咱暂停一遍。过来，咱伫过来的9月27、28两天，咱野外礼拜的培灵会会伫宜兰来进行，且报名已经截止吼，未交费用的兄弟姊妹，请恁紧甲咱的绿建干事来交费用吼。因为野外礼拜的关系，咱拜六的读经祈祷会就暂停一遍吼。会记哩有报名的兄弟姊妹，伫9月27拜六的早起时8点准时来出发，吼，所以你一定爱伫8点之前爱到。后礼拜咱的教会无开放，吼，那有大学的兄弟姊妹会当去附近的教会来祭拜上帝。第五，我们固定教会，咱甲台湾新学院的神学系有合作，咱邀请到曾宗胜的老师已经开课，伊的题目是路德记甲约拿书，已经上课的日期，请大家来看。9月17已经开始第一遍的课程，请咱兄弟姊妹，若有阁有兴趣的，会当踊跃来报名来参加。第六项。咱纪念咱所敬听的陈瑞祥长老，由因的主题有设立一个奖学金来纪念陈长老一生服侍伫教会事工，尤其关心咱的青少年甲音乐的事工的扩展。这个奖学金的实施办法，请大家去家己伫公布栏来看，吼。若有资格的学生，包括高中、大学、研究所，拢会当来申请。我会记是一个年级是2名，大学2名，研究所2名，高中2名，所以奖学金袂少，所以请大家上学期甲下学期各一次，所以请大家若有机会有这个资格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申请。第7，咱真欢喜教育装备组有安排伫10月19，成人主日有邀请到史茵茵这个歌手来分享真平安福音分享会。史茵茵这个姊妹伊伫音乐剧、伫音乐专辑甲电影拢有侪的作品，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邀请伊来本会来分享，请大家兄弟姊妹来邀请咱的亲戚朋友三甲来固定教会伫讲嚟音乐甲见证之下来领受基督来的真平安。第8，咱敬听的昆阳兄的新妇罗明玲，还有奉献一寡薯饼跟柚子，互咱的圣歌队，甲咱会友来分享。咱请咱会后若有需要的，来伫后壁，伫遐来享用。以上。这是咱3个来公道，请大家兄弟姊妹看咱关怀事务组为着今日的公道有列出侪的代志。有咱
敬听的真侪兄弟姊妹提名来为着因来关心来祈祷，为着侪侪病痛的兄弟姊妹求主保守，为着厝啊食头路伫外口奔波的兄弟姊妹，无论伫伊的旅途、伊的职务、因的人际关系，拢爱主的恩典甲因做伙。为着咱新学期的少年的同学，伫因求学当中有拄着侪侪的困难，咱也为因来祈祷。相时后礼拜27、28，咱高龄教会真少，真好不容易有即个机会，伫宜兰有2天1暝野外礼拜甲培灵会，咱也为着这项来代志来祈祷。最后嘛是为着咱立法院侪侪的财化法，以及咱国会议员的种种，咱为着即个立法院，为着即个咱国家的种种，咱三个来祈祷。请咱大家无论你出声无出声，咱拢压头来为着这个代志，一项一项提名来祈祷。最后由我来叫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弟兄，我的保守帮咱保守运作。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天父高听阮的上帝，甲阮众兄弟姊妹摆咧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无论是阮所敬听侪侪年长的兄弟姊妹无伫阮的中间，侪侪即摆伫受着病痛的兄弟姊妹，即摆伫异地中间，伫厝仔拍拼，常常无伫咱会当无法度来到阮教会来敬拜的兄弟姊妹。以及新的学期，咱的年轻的同学要开始因伫学校的功课，还佫有高庭教会2天1暝的野外礼拜培灵会，以及国会议员的种种，阮摆咧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恳求主照你的旨意来甲阮食，若无合你的旨意的，求你赦免。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甲来吟圣诗389首上营，上营了，请牧师来，柯牧师来甲阮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民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早起是会敬拜到遮，多谢。